好多人嘅行事為人只係從有冇興趣嚟到做出發點。如果對某一啲嘅事情感到有興趣，就可以考慮去做，否則就一概免問。如果只係一啲生活消閒嘅選擇，憑興趣而行，當然係無傷大雅啦。不過如果係一啲影響到自己切身利益嘅問題，就好唔相同啦。例如當你身體唔舒服嘅時候，你當然唔係好想食嘢，失去胃口，咁係咪就可以唔使食嘢呢？其實你喺呢種情況之下，係更加需要增加食物嘅營養去補充體力，先至能夠盡快恢復健康嘅。同一個道理，當我哋嘅生命被罪感染嘅時候，就算你表面認為冇乜嘢問題，或者係覺得信仰係無關痛癢嘅，完全唔感到興趣嘅，你仍然需要相信耶穌，因為只有靠着佢，我哋先能夠脫離因為罪所帶嚟嘅滅亡，得着永生。